小慧會話小妹並唔一定有益。你睇清楚先啦，係講市面上益生菌太多，每個人缺乏嘅嘢又唔同，係叫你 check 清楚食啱菌啊！我就推介你呢個腸道益生菌專項檢測，3個 step 即刻幫你 check 清楚，話埋俾你知咩菌要補，咩菌要 say no。得唔得㗎？睇下我哋真人實測點講咯。主要因為我本身腸胃都真係一直都比較差，成日好容易肚屙啊，即係所以身邊朋友講笑我改名叫屙男。咁咁啱 search 一啲關鍵字咧，上網就發現到原來呢度有個 DNA 嘅檢測技術同埋獨家嘅化驗所。咁我相信呢啲咁有效嘅數據 check 完之後，可以令到我了解我究竟身體個腸道存在啲咩隱性嘅問題。同我最初內心諗住話要用半日時間爭好遠啊，因為淨係需要3個 step 啫，好快就一 tick 過搞掂晒。咁我覺得呢度有專業嘅人員咧，去好詳細咁解讀報告俾我聽咧，我先知道邊一隻菌我係足夠，邊一隻菌缺少咗，可以免卻咗我咧去自己誤解咗嗰啲意思。佢會針對性同我講，我而家爭邊一隻益生菌咧，就去買嗰隻嚟食就得啦。因為總好過我哋慢中中喺市面上亂咁買，以為食咗係對自己身體好，點知原來咧都補唔到我哋身體缺少嗰樣嘢嘅。針對性去部署買翻適合我自己嘅 supplement咧，亦都可以喺好短時間之內咧平衡到身體所需。益生菌食錯可能會傷身，揀啱先食先係對我哋身體嘅負責。記得嚟做體檢啦！